我哋尋日報道過嘅創業不死奇人 Alan， 做過地產經紀，10幾年前開始創業，屢敗屢戰10幾次，真係勇氣可嘉啊！佢其中一盤生意火鍋店私房鍋，10年前喺尖沙咀幸福中心開鋪，後嚟搬咗去佐敦德興街同埋九龍城，但係最終都不敵加租而結業。Alan 對香港創業本來已經意興闌珊，但係有朋友願意平租一個位於新蒲崗嘅工廈單位俾佢，而佢又唔捨得以往喺香港一班同佢一齊揾食嘅員工，所以決定重開私房鍋。我哋有一個保底嘅租金，叫做幾萬蚊嘅保底租金。咁譬如話我哋拆 10% 嘅生意額，即係以邊個為高啦？咁譬如話 over 咗嗰個生意額 over 咗個保底嘅，咪照拆咯。如果或者可能唔夠個保底嘅個生意額，咁我照俾個保底咯，即係最多都係幾萬蚊租金。但係因為而家喺香港揾幾萬蚊租金，而可以揾到3000尺嘅地方，係冇乜可能。消費者個心態咧，就係除咗嗰度地方好食、坐得舒服，最主要價錢唔係太貴，租金問題，所以好多街鋪啊、好多旺嘅地方嘅食肆根本都唔可以調低嗰個價錢。咁所以而家好多客人根本佢識食，佢知道去啲工廠嘅地方，因為租金平，咁佢嘅材料又可以靚啲。其實而家好多客人都會接受。咁本身我哋又儲咗咁多年嘅 member。私房鍋由以往烚下，改為近年流行嘅蒸海鮮，將國內同韓國嘅食法結合。而家我哋做法咧，就做蒸嘅火鍋。Steam 有2種，有一種咧叫做5層塔。或者一種係直頭一個國內好興嘅、好流行嘅，就係一個水蒸氣，咁佢有鍋，咁啊一路 steam，咁就一路蒸，即係一個粥底。咁韓國咧就唔係㗎，韓國咧就係用一個gas 爐，佢係9層嘅，叫9層塔。咁我就將9層塔同呢個國內嗰種做法，我改良咗，我就用咗電爐，就做咗叫做我一層，即係比較一層一層咁樣做，咁咧就變咗咧嗰個味道咧就會比較好啲，同埋唔會過熟啊。喺未來，佢除咗會喺鋪搞私房鍋之外，仍然會順便做海鮮零售同埋批發，用盡成個地方。